第37題，咁啊問呢四個數邊個最細？咁啊呢四個數咧，就算用計數機咧，個數值都係太大啦，咁啊計唔到嘅。咁啊講兩個方法去處理呢個問題。咁啊第一個方法咧就係個數雖然好大，但我哋可以將佢剔 log。咁啊剔咗 log 咧，譬如第一個數咧，我哋用翻 log 嘅 property 咧，個次方咧就可以揼上前面。咁啊變咗5436乘以 log 2864。咁啊，其餘嗰三個咧都係類似咁樣做。咁我哋再用計數機啦計翻啦。咁啊，第一個數咧就大概係18792.11，第二個數咧就大概係17154.75，第三個數咧大概係16622.25，而第四個數咧就係17147.89。咁所以最細嘅咧就係第三個。咁啊 log 咗最細咧，佢原本個數都係最細嘅，所以個答案咧係 C。第二個方法咧就係唔直接比較呢四個數字，而係俾佢哋比較佢哋嘅1000次方根。咁啊用翻呢個指數嘅特性咧，第一個數咧嘅1000次方根咧，其實就係2864嘅5.436次方。咁啊，剩低嗰三個數咧都係類似咁樣處理啦。咁啊，呢啲咁嘅數值咧，我哋嘅計數機咧仲係可以計到嘅。第一個數咧就會計到大概係6.20乘以10嘅18次方。第二個數咧就會係1.43乘以10嘅17次方。第四個數咧係4.19乘以10嘅16次方。而第四個數就係1.41乘以10嘅17次方。所以咧最細嘅咧就係第三個數。咁攞咗1000次方根係最細咧，佢本來個數都係最細，咁答案係 C。